子 U16 400米初賽第7組。按有嗎？Set。大會宣布，今日大會設有物理治療義工嘅運動員提供服務，有需要嘅運動員可以去到看台上面向100米起點嘅看台後位置。重複，大會今日設有物理治療義工為運動員提供服務，有需要嘅運動員去到看台上方近100米起點看台後方位置。